能的孔孟圣道三宝心法加以修道，行功立德。如果能吃素立清口愿，又没反道败德，百年寿终之后，升到兜率陀天的弥勒内院，已经没有男女欲望。如果没吃素立清口愿，就只到外院，号称小极乐，还有男女欲望，只怕容易堕落。男女欲望。能的孔孟圣道三宝心法加以修道，行功立德。如果能吃素立清口愿，又没反道败德，百年寿终之后，升到兜率陀天的弥勒内院，已经没有男女欲望。如果没吃素立清口愿，就只到外院，号称小极乐，还有男女欲望，只怕容易堕落。全选啊！按右边3个点，全部选取，再按一下右边3个点。有大声朗读，有朗读，结果那个手机程式不一样，念出来的声音不一样，朗读比较好听。T2S T text 的文件 2 就是那个英文 TO 那个意思。SS speech 声音读出来。T2S 朗读，还有一个大声朗读，声音不一样了。朗读的比较好听，比较没有机器声。贴文啊，发布贴文。发布贴文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能的孔孟圣道三宝心法加以修道，行功立德。如果能吃素立清口愿，又没反道败德，百年寿终之后，升到兜率陀天的弥勒内院，已经没有男女欲望。如果没吃素立清口愿，就只到外院，号称小极乐，还有男女欲望，只怕容易堕落。饮食男女啊，人之大义，所以要修炼呢。华一崇德当然要当点传师的，要没有男女欲望呢，要修炼到没有男女欲望，才能当点传师呢。所谓的新出家才是真正的出家了，不是。